这个苏培浩军看上去还真的有点文质彬彬啊。不过他的解说能力很强，从这个拳击到散打、搏击的这个解说啊，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来看看他的衣服上写着当代年轻人的一个人生生存的一个原则，叫对，韩老师您知道吗？啊，我貌似听说过。对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说对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，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就是生活当中多给予肯定，少否定。是的，对。哎，漂亮。这里是有一个表演环节是吧？表演环节啊，对。对。对。哎，还是很紧张啊。那今天有 Tango Z 老师在这边，那要不要 freestyle 一下？我有 freestyle。我来哔哩哔哩向前冲，飞奔在赛道上空，冰箱被我扛回家中，耶，意思。漂亮！我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热爱押韵和韵脚的不止 rapper， 还有解说员。哎，是吗，韩老师？我看他上去，他很快就会取代上面那个人的位置。来到了我们勇士杀手，人生一串啊！目前来讲表现很好，这个再跳到中间点，好的，漂亮！哇，过了那个面包。对，那个面包正好在他那一刻并没有动。对，一切都好说。数第二个关卡，这次一定，对了。好，他稍稍放松一下，没问题。我看他将成为第二个成功登顶者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也不能太过放松。看看我们的杭州小泰山，他是否会是这一期第二个登顶的选手？哇，不错，你瞧瞧，不愧是杭州小泰山。你看这小泰山特点就是臂力特别强，而且呢腾云驾雾，他这个腿下的功夫也相当了得。他这样攀爬上去，说不定坚持的时间能够超过0.05秒这个超长时间。你的杭州老乡在这里等你 ，Super 野好军，一个可以代替旗帜这2个字的男人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比赛现场，我是解说也好。现场火药味很浓啊，连续的发力，漂亮，一个老树盘根，一直持续作战，体力却丝毫没有衰减，内力非常的深厚。不过这个选手看上去很眼熟啊，总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是，没错，是屏幕前后的我，也是麦克风后的我，是个没什么机缘、没什么天赋、没什么靠山的普通人。拼尽全力挣扎着，在这称之为江湖的泥潭中，经历了什么，付出了多少，没有人会在意。愈发的努力挣扎，就愈发的痛苦狼狈。人们发出刺耳的嘲笑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小丑。恶魔时刻在耳边低语：别挣扎了，放弃吧，认清自己。凡人变不成天才。是啊，凡人是变不成天才，但是放弃绝不可能。于是含着泪，咬着牙，向着不公的命运抗争。终有一天能站在天才的面前，告诉对方：我变不成你，但我依旧能够来到这里。成功了！非
常的漂亮啊！这次真的是体现了他的对，一路都是对。对是闯关，只要我摆烂，关卡就难不倒我。觉得这样的赛道对你成功有难度吗？还行吧。这句话用杭州话再说一遍。我不会讲杭州话。那觉得今天在哪一关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？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掉下去？那个倒数第2个那个蘑菇吧，好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场冒险之路中难度系数高达9.0的这次一丁。这高超的难度，勇士野好军稳如老将一番，使用飞毛神腿蛇皮走位，一个个跨越圆圆的蘑菇。这飒爽英姿，观众老爷们别下次了，这次一定1键3连好吗？如果后面的选手要来参加，给他们最好的建议是什么？别来这。这个冰箱，你的荣耀在这就送给你了，兄弟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对着镜头一起摆个 pose，3、2、1。恭喜你！